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风台警报虽然已经来解除，但是中华沿海也是来透高级的阵风。王景海边的蚵仔笼，趁日头早出日头，到海埔来修理着互风台吹海去的病仔架。啊，这个风实在是有够大，是吹到这个蚵仔笼样样要记载袂掉。 虽然台风已经过了，但是彰化王宫海边风力仍然非常强劲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蚵农呢，他们平常是会带客人来这里采鲜蚵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台风把棚架给吹坏了，他们趁着台风刚过，马上到这里来整理棚架，因为接下来他们还得要做生意。 风雨风台警报解除，透早日头出来，彰化王景的蚵仔笼随落去海坪修理蚵病，不过彰化要是靠高级阵风，蚵仔笼伫风中作业有够辛苦。 咱即马早起来，这是咧要做什么工课？整理场地啊，整理场地哦。嘿啊，小风台吹下去哦。嘿，小夸嘿啊。另外一个景点汉堡湿地靠楼的时，海坪生态景象一直是游客上喜的，不过风台过了，透早拢无游客。 虽然已经台风过境，而且也开放游客进来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目前是还没有游客来到这边来的。也提醒民众，如果要到海边来游玩欣赏风景的话，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咱那台中五车渔港上大的阵风嘛八级，渔船啊伫港内停靠开放管制，伫船顶等2天的渔港，总算有机会出海，先赶紧整理渔网啊。 风台虽然减弱做热带低压，中部沿海透早要是有真强的阵风，不过民众要是真努力整理家园，唔望回去永过平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